新闻头起先哦，咱先来看4月初3，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到今仔透早6点哦，又搁发生至少864解的地震。目前灾区搁继续在搜救。进前德鲁区沙卡党步道找到5个遗体，经过 DNA 比对哦，确定是新北市姓游一家伙下5个人。另外，花莲的天王车大楼昨暗已经拆到6楼了。关就继续清理土石，花莲县政府讲，天龙村大楼拆除过程中，若拄到有动物会暂停作业或动物逃生，因为评估建筑物扫毁的情形稳定，只敢若保留饭店边仔一支 H 型杠梁，到12暗已经拆到6楼。值得民众的物品都会送到那个刑警的帐篷这边做一个登记，晚上会将7楼跟6楼这边完成拆除。另外，沙卡党步道找到的5具尸体，经过法医采集 DNA 检体比对完成，花莲地检署证实，确定是新北市姓游一家伙仔5个，验过失联的新加坡翁仔某是还未找到。搜救队12继续伫咧1.8K 到2.2K 所在找，验过2.2K 第2个旁边的所在，突然间有真侪石头落来，上大粒的有一台车遐大。搜救队员甲搜救狗嫌互伊喊着，考虑到安全，搜救行动先停来。有大量的落石崩落，所以我们同仁还有搜救犬目前在闪避，然后刚刚已经暂停了我们的搜救行动。因那中和矿场所属信销司机的进度也发生意外，一个整理路面的怪手和落来石头喊着油压降，车歹去，好在再无影响搜救行动。大型机具拢已经来到团测怪壁的列区，按算13世纪开始学，地动了后，真侪所在受损，也是有游客无顾安全走入去造成报道。报道真侪所在崩山石头陷来落基海去，林业署委托施工业者清运，看到游客因也真担心。我们评估这段步道目前算是还蛮危险的，我们是在前面有做了2道的封闭方式。林业署强调，会采监视器处地，告发迄款违规造地来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